好，咱再來看這花蓮萬里溪崩山湖，上緊佇咧今仔下晡就發生1樓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昨時已經來發布紅色的警戒，佇水尾鳳林甲萬榮保全湖全部攏已經撤離。這花蓮縣政府嘛已經宣布，萬榮鄉的萬榮村，抑閣有鳳林鎮的5個里保全湖，今仔日是全部攏停班停課。海嘯的警報也要正式在3點鐘開始發布，村裡的廣播要同時啟動。下晡3點發布紅色警戒，花蓮萬榮、鳳林海嘯警報開始咧彈，村長放送通知村民開始強制撤離。鳳林鎮甲萬榮鄉長帶隊前往警戒區視察。你剛剛沒有聽到那個海嘯警報嗎？哦，每天都在報，我們已經聽習慣了。可是現在紅色警戒了呢，必須馬上撤離哎！好，馬上撤離了。唐草這樣發放出去的時候，我們那邊就聽不太清楚。部分違規無撤離的村民講是因為海嘯警報收細聲，也講唔知影要叫因創啥物。這警報器材所在甲大細聲這個問題也引起討論。根據上新資料，崩山湖的水量已經超過505.16萬立方公尺，預估7月17就會開始1樓。林保署強調，開始1樓了後，按算百體會有3種情形：第一，就是水滿了後穩定1樓未崩塌；第二，就是百體有部分去烏侵未完全破壞；第三，就是完全崩塌，衝轉去原本的水路。交通方面，大高線萬里溪大橋維持南北向的管制。透早6點，大高線萬里溪大橋開放一半車路通行；中興橋、正英橋6點開放管制通行，干那西部橋封路。也那花蓮縣政府也宣布，萬榮鄉、萬榮村、鳳林、新營里、長橋里、山興里、鳳信里、大營里警戒區保全湖7月17是停班停課。記者綜合報道。